取消強積金對沖嘅機遇。由2025年5月1號開始，香港嘅強積金對沖機制將會正式取消，無論係經營企業嘅老闆定係受僱嘅員工，都會帶來深遠嘅影響。對僱主嚟講，取消對沖之後，遣散或者裁員時將唔可以再用強積金供款嚟支付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呢個意味住企業需要額外承擔成本，亦更加需要提前做好財務規劃。對僱員嚟講，意味住當你離職時，屬於你嘅供款將唔會再因為對沖機制而被扣減。所以喺離職時要確保公司根據新法例支付應有嘅補償金。特別要留意嘅係，為咗減輕僱主喺取消對沖後嘅財務壓力，香港政府將會推出補償機制，但相關細節暫時未完全公佈，需要持續關注。不過，從長遠睇，政府推出嘅補償計劃，頭9年將會提供較高比例嘅補償，之後就會逐年遞減。所以，盡早了解點樣善用商業理財產品，唔單止可以平衡呢個政策帶嚟嘅長遠影響，仲有機會提升企業吸引同留住人才嘅能力，反而變成一個新嘅機遇。